欢迎乡亲继续收看《疫症2020台湾防疫全纪录》的专题报道。为了要来防堵着新冠病毒，世界各国展开一场全球隔离的行动。真侪国家因为这波病毒的侵袭，医护人力严重不足，医疗体系面临崩盘危机。也毋过，台湾伫这场世纪的浩劫，是少数社会机能阁会当维持正常运作的净土。专家分析，台湾这届防疫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伫疫情的初期，全民就配合来挂喙罨，大大降低病毒传播的几率。其实今年的2月，台湾有来爆发着喙罨之乱，加在政府赶紧来推出着喙罨的地图，实施着喙罨的实名制。民间的工具机的业者嘛，真紧就来组织着喙罨国家队，互台湾为逐工188万片的产量，大幅提升到逐工会当生产2000万片。资讯透明、科技防疫、团结合作，台湾防疫成功，替咱大家守护性命。到底幕后拢是倒一寡防疫的战士在牺牲奉献的？继续来看咱的报道。样本就送到整个全校检测，所以我觉得要慎重，要厘清。时间就我到迄个，就这样，稍微几个代表性的行业、企业去电话访问一下。疫情爆发半年来，经济部长沈荣金逐天的会议拢无停。开会就针对一些问题，我们就马上呢去逐一的去处理，处理到晚上回来报告。而且又马上检讨。调整混检已经算未清是加第几天的班啊。同款是半暝，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办公室，议员刘真杰伫开会研究对策的官员。12月31号，我们面对武汉肺炎，在我们这个会议上，包括时中部长、交通部、法务部各部会的人来，我们这个会议还没结束。下午的时候已经开始就说，这个要登记简历哦，明天再开始没有，下午就开始。所以会议还没结束的时候，人已经派到小港机场开始登记简历。那我们让他回来，虽然不希望，说在统计上有相关的一些确诊的病人，那但是呢，反过来想，那也等于是很有可能也能够救他一命。抱歉在情绪控管没有做好。那不过总是大家就觉得，对不对？同仁达的这么努力，大家很关心你有没有休假睡觉。休假是不可能的，睡觉当然是要睡的。吃饭呢？吃饭有吃得好吗？吃饭吃便当啊。吃便当。卫福部长陈时中是稳定民心的重要角色，逐天开疫情记者会，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团队，用来陪伴民众度过几百的日子，一场看无的病毒，嘛看无尾的战争。台湾无退路，拥有强大公卫背景的执政团队，即成为人民强力的靠山。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入侵台湾，到防疫露出曙光，到底台湾做着什么代志，和全世界欣赏的关键决策又阁是什么？所以今天也是超过9亿人员将为您进行健康评估。会延长寒假，缩短暑假，延后到2周。非本国籍人一律限制入境，所有入境者皆需居家检疫14天。我们那个时候也建议疾管署，就是应该要把它变成一个法定传染病，我们要所谓的开始避免病人把病毒带到我们社区来，我们要加强我们的监测，加强我们的检验，然后把病人适当的隔离开来。我们是在跟时间赛跑，像欧美旅客回来的时候，当你很迅速的把你的这个边境管制的等级升高的时候，就是看到那些病人进来，几十个这个筛检有症状筛检是阳性，这看的真的是触目惊心呐！就好像说你这个人要进来，你手指头这样10只
要挡这些人家这个万箭穿心那种感觉，所以几乎晚上是睡不着觉。超前部署全面封锁边境，应该是有史以来头一摆学校延后开学，中港澳学生暂返来台湾，并且结合科技，实施居家隔离、居家检疫，防止社区的传播。而台上包机返台，嘛是医疗史上的头一摆，为台湾的防疫史写下新的一页。在咱当前守住防线，有一项重要的关键，就是出现政策的果断执行。有些会员这个应该都有听到我们在讲，现在都没有口罩。没有人出来讲。阿姐，你有买到吗？没有，他说没有号码牌的不能买啊。疫情一日来，全台乡亲大家收钱买翠暗，排列的画面竟然变成有史以来上罕见的景象。购买，我们希望能够分流，让大家不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是排队，非常的辛苦。那统一称验完以后，统一分配、统一调度，最重要就是统一售价。那这3个统一性的做法，让整个国人从生产端、销售端跟国人的使用端，才能够呢稳定下来。虽然生产技术的要求较低，利润嘛低，最近几年来，国内一天的产量只有188万片，其中130万片是来自58万片外销。疫情爆发前，台湾9成瓦靠中国进口，年进口量差不多是4亿片。疫情爆发后，无多进口，国内翠暗陷入供需失衡。控制翠暗之乱，政府全力增加产能，背后完成产能的主力军正是因翠暗国家队。疫情来得太凶猛了，比以往的 SARS 还来更严重嘛，导致人民的恐慌。所以我就给部长说，我们公祭机暨零组件工会的理监事会员都准备好了，随时支援经济部来增加这个60条的产线，协助政府赶快稳定这个市场。第1个礼拜刚过去的时候，它什么东西都没有，这个厂房可以看一下，空空洞洞的，什么都没有，只有日光灯而已。严格讲，就是我们开始做口罩机里面的一个转折点啊。第1周是摸索，完全就打，应该讲打游击战还是打什么战，反正就是有什么东西做什么东西，完全是没有系统的打仗，因为不知道嘛。当第1台出来之后，第2周开始打系统战哦，模组化，我们很有策略的去把工作分好。短时间内要提升产能，中宏机械甲宽和机械2间公司负责扩充60条翠暗设备的重任，不过人力甲资源要对倒位来。工务机业者各大龙头产业拢将本身的事业先放下，进入翠暗的最前线。把自己的能量要往市，一天要之前就这几天就是整个进驻这里。经济部长施明珍现场巡视，监督翠暗机的进度，29间工具机甲零组件业者、甲精密机械研究发展中心等3个法人单位，为零开始组成翠暗国家队，超过200个人为了个人的翠暗需要全力去拼。我常常跟他们讲，我说现在不是只有帮我们的客户在尽心尽力，现在是在帮政府跟帮我们国人尽一份心力。那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段时间赶快陆陆续续把我们的任务完成，让我们的国人能够有口罩可以使用。以前我们1个月顶多做个4台8台的，因为我们这种小规模公司拿到多少零件开始组装什么零件，他们就不一样了，他们可以很系统生产出来的东西的质量、品质也能够达到一个标准，所以我们从这国家队他们的协助学到很多东西。确实说我们所做的事情是让我们的人民有看到的。是真的是有帮到人的。我们本来做机械，我们觉得我们就是外销赚取外汇的这个很基本的一种模式而已。那很荣幸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技能，在国家有这样的一个需要的时候能够贡献，然后让国人放心。我们想这个是觉得非常光荣一件事情。高
52条生产线设备本来半年以上才有完工，因为因为关键的40天完成不可能的任务。短时间要怎么把这个工作完成，然后我们再管理一群同行同业，我想这个东西是我们开始工作碰到最困难的。一开始我是小心翼翼的。62岁戴文锦是翠安国家队三大头人之一，做现场的指挥官。今日伫所有业者内面，先带本身公司内面10多位工程师官的支援，为调派人员到调机、校机，拢亲身来做。一天敢若困3点钟，伊才拼命是因为伊伫17年前的SARS风暴中，被病判定是疑似感染者，性命捌真危险。拿我的检验报告就说，蔡先生，这个就是败血症的哈，你这个状况跟SARS末期是一模一样的哈。那我先跟你讲，你就是疑似SARS，虽然你肺部没有问题，从现在开始我要给你隔离，啊，从就那一句话一讲到从出院10天的时间呢，那时候我还40几岁呢，我想说，我这样子就走掉，真的很不甘心，你知道吗？其实那个都是煎熬，那一段时间对我一辈子也是影响非常大。我病房这段日子，戴文锦一生难忘。参加这场疫战是感恩，嘛是恢复。这个命也是上帝给我的，这个上帝安排我，让我经历那一段。那接下来时间的时候，又让我接一阶段，我认为我会全力以赴，会得到这么大的肯定，跟着大家掌声。不光是我而已啊，包括我们的团队，大家都觉得说，他们做的这一辈子最值得骄傲的事情。我觉得政府这次处理的非常快速，而且非常的稳定，所以也没有造成像SARS那个时候前面的那种恐慌。在SARS之前的几年，我们就开始在做口罩，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的产量很少，所以那个时候的感觉是有一点无力感的。那时候我们一天的产能最高只到5、6万嘛，那我们现在最高可以到300万。伊爱笑啊，有时候你太个听，有等下做梦都会梦到口罩，这真正，安尼还好了，都解决。这段时间我要感谢的很多人，口罩机的业者、口罩的生产厂商，然后国军以及熔喷部的业者那我们的这些法人朋友都加入我们口罩国家队，让国人在防疫上相当的安心。防疫物资快速到位，连民望都望到翠安艰苦日子总算过去啊！行政院政务委员东方甲工程师合作推出翠安地图，创新数位科技，陪伴民众度过灭无翠安的信心危机。这项做法，和真个国家参考采用，对全球的防疫做出贡献。公部门里面的朋友自己经过这几年开放政府的推动之后，文化上面有了一个质的转变，不是在等长官才是什么，而是自己就跨部门串联。那所以这样子的文化跟民间乡民的文化对接，才创造出来口罩地图。能不能够第一时间完全没有面子问题的，我们做不好的地方，我们就承认我们做不好，大家来想怎么样一起改，或者是说，甚至你有更好的想法，我们就不用想了，我们直接采用民间的这种创新，这种打不过就加入的精神。在以前的公务文化里面是很不容易的。可能在这种疫情或者是说天灾人祸的状况之下的话，大部分我们联想到的都是一线的兄弟啊，例如说医护人员或国军兄弟。那这次的话，或许可以带给人家知道说，原来每一个人，那甚至是工程师们，在这件事情上面的话，都可以做到一些事情，那可能会帮助到大家，或帮助到整个社会。到底这一关守多少，下一关守多少，其实过程当然是都是惊心动魄，每天在追口罩。现在口罩2170万，然后来口罩增长越来越多了，就比较好睡。在这一次的过程里面，我们是大量的运用新的科技，包括人工智慧，包括大数据的分析，那很迅速的把台湾在该领域可能是最强的，那或者是集合所有部门的人全部都投入防疫，而且是很迅速的到位。